Hello，大家好。宏福苑嘅5級火災呢，咁造成大量嘅傷亡啊。咁究竟呢一場驚天嘅大火，咁點解最終會搞成咁呢？咁所以城中都好多人討論呢件事啦。咁好多人都鬧爆今次個制度問題，而家紛紛就要去追究啦。邊方面嘅責任啊？究竟係邊一度出錯呢？而家各方各界都好多人出聲啦。連有樂壇風紀之稱嘅甄妮姐姐呢都有出聲。我見到佢留言嗰啲貼文呢，都係好關心呢件事啦。見佢就亦都係好多方面呢都有關心到嘅，例如就捐款各方面啊，佢就認為呢都要好小心啦。佢話而家就詐騙就好猖狂嘅世代啊，而家正好就係騙嘅好時機。所以佢就呼籲大眾啊，要選擇嗰啲有公信力嘅公會，又或者係有信譽嘅團體，千祈就唔好令到啲善款呢就打水漂啊！咁又係啊，呢一方面真係要好小心啊！咁我見到其實都有個網頁呢，就包含咗好多嘅一啲慈善團體嘅。我見身邊好多朋友啊、同事啊，都係有用呢個網頁嘅。我諗今次有捐款嘅都應該知道係邊一個網頁噶啦。不過就點都好啦，都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啊！除此之外呢，我見到甄妮姐姐話今次係久違咗嘅人情味啊，咁佢都好感動啊！咁與此同時呢，佢亦都係分析今次大火嘅發生啦，究竟係發生咩事啦？佢就話管理員睇到有火，咁有冇報警呢？個警鐘就冇響。有冇去立刻拍門啊？通知就各戶嘅居民撤離啊！仲有佢提到當時宏昌樓呢就正在施工嘅嗰啲人員嘅名單啊，同埋負責管理嘅工頭，佢話逐個都要調查。咁然之後佢就寫啦，佢話結論呢就係偷工減料、貪贓枉法、官商勾結啊，一樣都不少啊！呢一樣嘢就真係要查。我聽到好多出面嗰啲專家都有講啊，佢話其實係成個制度都有問題啊。例如維修嗰啲圍標事件啊，政府一直以嚟都係用呢個價低者得作為呢個揾承辦商嘅指標啊。學者已經講咗啦，呢一種方法其實係要徹底去清除啊，要嚟一次大改革㗎。而家一班嘅居民呢，就痛失家園啦，因為睇到自己嘅住咗咁多年嘅屋，就一夜之間就真係冇咗啦。甚至乎好多居民都話係咁多年以嚟人生嗰啲經歷啊，以前嘅一啲片段啊，通通都冇晒。所以有陣時我都覺得人生係無常啊。咁而家應該都唔係話咁容易就可以返去自己單位啦。就算返到去，你好多嘢都要做㗎嘛。即使檢查過啦，結構冇問題，咁都要攞錢去維修㗎嘛。咁喺呢一段時間就一定要安排棲身之所俾一班居民啊。甄妮姐姐就話應該安排臨時居屋，協助居民啊渡過危機時刻，等待重建啊。政府趁此機會洗污名、立美名，拉好與百姓的關係，有何不可？確實政府就真係要盡量做好啲啦，因為成個制度都有問題。咁仲唔趁機做返好政府應該要做嘅嘢？咁仲等幾時呢？我喺電視嗰度就聽到一班今次受影響嘅居民啦，佢哋就話見到咁嘅家園呢，有部分就話都唔想再住啦，因為會勾起一啲唔開心嘅回憶㗎嘛。同埋仲聽到有啲居民就話希望重建啦。咁既然重建嘅話，咁就需要金錢啦。咁呢一方面呢，甄妮姐姐都諗埋，佢話突如其想，政府在大埔放出一塊土地重建新樓，將現在住戶屋換屋，拆除現在的殘樓，把土地拍賣掉，將所得轉為新居土地及建造價。跟住佢就列咗出嚟啦，佢話賣地嘅價，再加上保險賠償嗰20億，再加埋善款，佢就話應該差不多夠了。之後佢就問啦，佢話你們覺得呢？總得想辦法啊，要不然捐款搣下搣下就使完了，最後得個吉。咁都係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用另一塊土地重新再興建今次被燒毀咗嘅樓宇啦。咁啊，將賣地嘅價錢啊，加上一啲保險嘅賠償，加埋善款，照計都應該夠啦。咁都係嘅，一於就重新起過啦。如果唔係勉強住返嗰度，可能佢哋居民，我相信佢哋都唔會開心嘅，因為勾起一啲回憶咧，又真係好痛苦嘅。嗱，除此之外，今次另一個令人關心嘅就係起火嗰個邊一度原因令到個火勢咁猛烈啊！我見欣妮姐姐就咁樣寫嘅，佢話佢反覆仔細就看似慘劇過程咧。佢首先就話啦，煙頭，跟住就綠網，跟住就封窗嘅保麗龍啊，然之後就係綁竹子嘅繩子，最後才燒部分竹子。竹子是冤枉的。佢又括住寫住三文字夾中間啊，有好多完整的散落一地，也有完整吊在半空的。嗱，佢同時亦都有講到喎，佢話竹子自己不會起火啊，沒什麼好炒，拜託有點常識，黑白不分，枉為人可憐啊！嗱，咁其實竹子咧，即係用嗰啲竹棚啊，亦都係而家討論嘅其中一個焦點喎。嗱，而家就有人認為係竹，有時有人就話唔關竹嘅，但大多數都認為唔關竹嘅問題啊。但係我睇到政府睇嚟佢哋好想真係取締晒竹棚呢一樣嘢喎。其實竹棚建築全世界而家剩翻好似係香港同埋澳門啊，得翻我哋去保留呢個傳統啦。咁其實如果真係冇咗係好可惜嘅。咁我睇到一啲專家就討論呢一樣嘢啦。咁其實佢哋都各持己見啊。佢哋都列舉咗一啲優點，有一啲缺點。咁啊，究竟用竹棚好啊，定還是用金屬架取代好呢？咁其實各有各好處嘅。嗱，正如專家話齋，竹本身就好靈活啦。即時就可以去 cut 短佢啊。咁啊，遷就一啲建築嘅位置，用起上嚟係好靈活嘅。但係金屬架就缺乏呢一種靈活性啊。不過佢好處就唔係咁容易燒得着噶，而且佢耐熱就相當高啦。不過又咁喎，佢佔用嘅地方亦都比較多喎。佢成個就打開出嚟啊，即係佔用嘅空間比較多嘅，即係要四平八穩咁企得穩呢。咁佢佔用嘅空間就比較大啦。咁喺香港咁狹窄嘅環境，其實又唔係話咁方便去用金屬架嘅。但係講到成本嗰方面呢，嗱，竹棚就雖然成本就低過金屬架，但係據講金屬架可以循環再用，咁啊，所以就拉翻長條數去睇呢，金屬架會令到整體嘅興建成本係可以降低嘅。專家亦都提出另一樣嘢啊，佢話而家嘅樓宇啊，同以前就好唔同嘅，因為而家就起得越嚟越高啊，竹棚就未必可以去到咁高嘅高度啦。同埋就係亦都未必咁穩陣啊！如果你越起得高，佢嘅安全啊穩陣程度咧又及唔上金屬架。嗱，又好似雖然頭先講到金屬架就比較耐熱啦，但係如果佢熱到某個程度咧，即使佢未去到嗰個熔點啊，即係仲未融化，但係佢都會開始軟化，同樣都會有倒塌嘅風險啊！嗱，總言之就各有各好處啊！但我覺得就我好想保留返竹棚嘅，因為呢一個真係傳統嘅手藝啊！你諗下，全世界有幾多地方用竹棚起樓啊？好似冇添啦，得返香港同澳門咋嘛？我就認為嗱，我睇政府佢哋嘅態度呢，就真係好想取代竹棚噶啦。咁我希望唔好係啦。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係唔好硬性淘汰竹棚，保留返佢喺度？你話有啲低啲嘅樓宇、低啲嘅樓層，咁咪可以用竹棚咯。咁唔係層層樓宇都起到好高嘅啫。嗱，總言之要睇下未來政府睇下佢哋點樣取態啦。咁而今次起火，咁啊好多人都賴晒個竹啦。咁好多專家都紛紛走出嚟啦，就話呢啲都唔關竹事嘅，竹本身都唔容易點得着嘅，係唔可以將個問題咧賴落個竹嗰度嘅。咁而今次嗰個防護網啊，咁啊經過化驗之後呢，原來係達標嘅喎。咁啊田北辰呢就覺得好詫異啦。佢話達標都燒得咁猛咁快，
係唔係個標準都有問題啊？嗱，咁由此可見，根本就係成個制度、成個標準就有事啦。咁啊，關竹棚乜嘢事呢？成套嘢好多嘢嘅流程啊、標準呢，全部都要改革噶。嗱，總言之，今次呢個悲劇呢，政府就責無旁貸嘅。好多事情呢，到而家都仲係要調查當中啊。例如個警鐘有冇響到啊？即係大廈嗰個警鐘有冇響啊？據講就話係啲工人閂咗喎。嗱，咁呢一樣嘢就要去調查清楚啦。總言之，今次造成咁重大嘅傷亡呢，咁真係確實係一個好大嘅教訓，同埋一個好沉痛嘅悲劇啊！但願呢啲事情就唔好再發生啦。咁啊，大家一齊發揮香港人獅子山下嘅精神，大家守望相助，希望可以大家能夠共度時間啊！好啦，今集講到呢一度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